加综合报道。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团，互2个生份人举棍仔甲拍。伊本人是较无要紧，无啥严重，也毋过伊的司机头壳着伤送病院。这2个嫌犯即马嘛已经主动向警方来投案，其中一个阁有恶道的背景。这个犯案的动机，警方是要阁来调查。 互你一家门口口的电动栅栏规个变形，边仔轿车的挡风玻璃嘛，互喊出一个真大的笔碰。这个意外是发生伫13早起9点外，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团含司机当要坐车出去的时阵，忽然间2个无熟识的查某人摕棍仔过来，看到因就拍。潘新团无明显的伤，但司机的头红拍着伤，送病院去治疗。2个年轻人过来了，莫名其妙。 就是看我一直伫遐咧打球，要甲阮拍。因为案发的地点就伫潘新团因家己经营的永春护理之家的门口，真敏感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调查发现讲，这2个涉案的查甫人驶车到现场了后，一个摕笔刀开始讲车，另外一个是含现场的员工在相拍。2个人伫作案了后随人讲。目前本分局已查获该2名歹徒到案。 积极厘清犯案动机。对方拍这件代志，潘新团是定假调讲无熟悉2个嫌犯。涉案的2个嫌犯，伫早起10点外已经向警方来投案，其中1个人有帮派背景，警方当深入调查，厘清犯案动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电钱到底？